接下来颁发校长奖。学年1班林瑞蝶，学年2班曾子恩，学年3班陈浩哲，学年4班苏燕玲。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我们最敬爱的校长叶明芳校长担任我们的颁奖人。得奖同学，校长奖得奖同学是在全班中各领域总成绩第5名的同学才能获此殊荣。我们校长真的是一位办学非常认真、负责，对于对的事情就是